西貢14鄉西沙住宅項目絕對係新地近年最主力嘅項目，預計整個項目將有9700伙，首批 Series C 項目累計已經累售超過1300伙，尺價約1至1.3萬，套現超過70億。但大家對西沙住宅項目未來嘅銷售何去何從，都係睇唔通。一嚟位置偏僻，二嚟交通隔涉。若果政府提及未來香港將有足夠嘅房屋供應屬真，真係未必要用1萬蚊買到西沙呢啲咁山卡拉嘅位置。市民唔使返工咩？而今日屋漏兼逢連夜雨，新地附屬公司新輝建築捲入欠薪風波，被指喺該項目 B 地盤由去年嘅7月至到今年嘅7月，斷斷續續拖欠約超過300名工人嘅薪金，總數約2100萬。今日中午，多名工人去到灣仔新鴻基中心外拉橫額追討欠薪，工人嘅 banner 展示以良心見家，新輝建築還我血汗錢嘅大字。工人指大判係新輝建築，二判係泥水判頭偉記工程，約300名工人全部都係泥水工，包括做批檔、砌磚等。工人指佢哋喺二判欠薪嘅情況之下繼續做嘢，係因為覺得新輝可信，一路幫佢做。而新輝建築回覆傳媒指，已經根據合約向偉記支付所有相關工程同埋工資款項，係偉記自己冇出糧拖糧。而新輝已經提出額外優於勞工法例要求嘅補償俾受影響嘅工人，超過80%工人已經接受相關補償方案，但係少部分工人就唔肯接受，要求高於市價數以倍計嘅賠償，所以新輝對此未能接受。其實而家好多發展商嘅財政都大鑊嘅，當然新地就未去到呢步啦，但手緊就一定嘅啦。新輝係咪絕對冇拖二判數就見仁見智，但新輝自己絕對勒緊褲頭啦。當大判都守緊，咁二三判嘅日子當然難過啦。建築業一環扣一環，仲話可以輸入外勞，唉，所以二三判就梗係拖糧噶啦。行業龍頭嘅新地旗下新輝建築喺呢個項目當然守緊啦。14鄉西沙住宅項目，新地而家事後回望，絕對覺得中伏啊！開發周期長，周邊嘅基建多，住宅數目近萬伙，強如新地都要以穩笨價開售啊！今日會講下新地西沙項目開價有幾穩笨。第一點 ，Series C 尺價似平實貴。第二點，西沙住宅數目龐大。一手潛在供應超過10萬個，單整個西沙住宅已經有9700個單位。Series C 首張價單提供158伙，折實平均尺價10398蚊。首批戶型涵蓋1房至3房，入場價300萬樓下，折實尺價9499至到11126蚊。新地都知瀨嘢啊呢鑊。喺中美貿易戰、商業房地產不振下，港人連份工都唔知有冇嘅情況之下，都要硬推，時機差到呢。不過又咁講，而家唔賣，遲啲賣可能仲衰啊。新地都知訂啊，驚冇人賣，整多個類似呼吸 plan 嘅嘢，叫做漸進性供款付款計劃。務求氹你落搭，無論樓價，首年每月免息供款6800蚊。好明顯，除咗針對買家外，亦都針對而家租緊樓嘅人。你租樓都可能俾緊1-2萬蚊呢，而家你俾6800蚊就住到新樓幾百尺。但租緊樓嘅人士千祈唔好貪呢啲便宜啊！爽1-2年嘅換來隨時係30年嘅不甘。新地嘅雷霆形容今次開價為夢寐以求價，佢指開價參考咗區內同係雲海嘅價格，近期雲海二手尺價大約14000蚊左右，反映今次西沙項目開價嘅吸引同埋優惠力度。而家就等午後踢爆雷霆嘅語言藝術啦。雷霆被問及項目成本價方面，佢解釋首批提供較大嘅優惠係集團經常性嘅做法，因此未來有頗大嘅機會加價嘅。
未來將分數年陸續出售，西沙項目價格亦會有所調整，因此首批單位嘅售價唔能夠代表整個項目嘅盈利。雷霆咁講都心知肚明，若果以呢個價賣出整個西沙項目，新地真係蝕到暈喺度啊！雷霆講加價就肯定係官腔嚟噶啦，唔通同你講有機會減價，你首批買嘅全部坐艇咩？咁我哋又嚟分析下雷霆所謂嘅夢寐以求價其實係咩水平先？第一點 Sierra Sea 尺價似平實貴，過去4年西沙都冇大型新盤推出，最近期嘅為信置烏溪沙喺2021年1月白石 Silver Sands。至於雷霆所講嘅雲海同屬新地出品，喺2018年1月推售，當時折實平均尺價16,988蚊，即係雲海嘅業主而家全部 underwater， 個個輸緊15% 以上。同時亦有不少網民認為住西沙仲衰過掃管笏，地理位置十分偏遠。至於信置嘅烏溪沙站上蓋銀湖天峰樓齡16年啦，尺價都仲 keep 到14,000蚊尺，你可以話4,000蚊嘅差價就係西沙公路嘅基建缺乏同埋缺乏生活配套嘅代價。至於去到13,000蚊一尺就未必太划算啦，始終好多地方都買得到啊嘛。而初期缺乏基建換來嘅係隔離高柏，新地特意打造高柏，諗住用高柏嚟打造運動天地，引啲人入嚟買，唔係邊個想喺鳥不生蛋嘅西沙置業啊？第二點，一手潛在供應超過10萬個，單一個西沙項目已經9,700個單位，平均單位面積就大約600幾尺，落成之後可以容納1.5萬人居住，你就可以想象到西沙住宅數目之多，銷售壓力之大。西沙整個項目規模同海怡半島大概9,812伙相約，係3%個太古城，亦接近沙田第一城或者黃埔花園嘅近萬個單位規模。但海怡半島、太古城、第一城等都適逢當時香港經濟起飛，人口增長速度快速。而家香港經濟發展放慢，係咪有咁大嘅置業需求吸收咁大量嘅單位呢？ Sierra Sea 雷售1,300個單位，佔整個項目嘅13.4%，睇嚟長路漫漫，都要返幾年嘅時間先賣得晒啦。我哋而家回顧一下新地西沙呢個項目點樣成為佢哋集團嘅夢魘。新地為該項目籌備咗超過20年嘅啦，總發展用地面積達到678.8萬平方尺。新地喺2017年正值樓市高峰期，以大概158.9億完成首階段補地價，涉及大約498萬平方尺嘅樓面，每尺補地價大概3,200幾蚊。4年之後，2021年再以37.2億完成補地價，新增咗樓面面積106萬平方尺，每尺樓面地價大約4,200幾蚊。兩次補地價總金額高達196.4億，為歷來最大單一補地價嘅項目。集團總共斥資275億補地價同埋投地。該項目發展同時需要兼顧多項基建工程，包括擴闊西沙路雙程雙線行車，亦需興建行人路、單車徑、交通交匯處及教育設施等。此舉大幅增加建築成本。而新地自己喺今年2月東涌投塊地尺價都係1,500蚊。新地瀨嘢有幾大鑊就可見一斑啦。2017年11月，萊坊高級董事及股價資訊部主管林浩文預計發展商需要負責擴闊道路基建，估計建築成本就每尺大約6,000至到7,500蚊啦。預計落成後分層單位每尺可賣最少1.7萬蚊，而家賣1萬蚊，直情係蝕住賣啦，蝕到入骨添啊！不過最慘係未蝕完嘅，若果政府因應財赤問題將地價大幅調低，相信以西沙1萬蚊嘅尺價根本冇可能買到。
西沙項目未來就需要減價至8000蚊尺或者樓下出售，相信新地嘅蝕本情況就更為嚴重。終於明白新輝建築點解要喺呢個項目揸得咁緊啊條數，有成300幾個建築工人俾人拖糧啦，因為呢個項目真係好大鑊啊！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多謝支持。